你别白费力气了，我去给你盛饭。吃完了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谁也不欠谁的。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大喜，你真的舍得吗？那你还要我怎样？难道我们把彼此放在心里不好吗？不好！你告诉我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还是爱你的？除非一切记忆都消失，从头再来。好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你确定吗？真的做什么都愿意？当然，只要能和大喜在一起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好，希望你不会后悔。告退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大王已经昏迷了3天3夜了，怎么还不醒啊？申甲，你是怎么伺候的？太后息怒，太后息怒。那天大王突然晕倒了，老奴马上就让巫医、御医都来看了，可都束手无策。请太后恕罪。王儿，王儿，你快醒醒啊！你快醒醒吧！太后娘娘，大王醒了。王儿，王儿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，王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母后，寡人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急死母后了，你昏迷了3天3夜，高烧一直不退，一直在说胡话，母后以为你……寡人没事儿，让母后担心了。没事儿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大王，您可吓死老奴了。这大喜姑娘，她走了就让她走了。不要再伤害自个儿的身体了。达喜是谁？啊！大王，您不记得达喜姑娘了？我应该要记得她吗？她是寡人的妃子，王妃还是宫女？大王，好了好了，不记得就不记得了。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，王儿，只要你醒了就好。母后，今天天气不错，儿臣想要出去散散步。不行，你刚刚醒来，还是多休息为好。母后，把儿臣留在王宫里才会觉得憋屈呢。你就让儿臣去散散步吧。好吧。母后答应你，但是你必须带足侍卫，必须在天黑之前回来陪哀家用晚膳。是，儿臣遵旨。卖酒来，自家酿的好酒，来尝一尝啊！公子，您走慢点，等等奴才。你自己快点儿，又不是老人家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快点儿。你没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手怕弄脏了。不碍事，回家洗洗就好了。姑娘，您是镐京人士吗？为什么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你？
公子说笑了。不过小女子也觉得公子面善得很，仿佛在哪里见过一般。真是太巧了。不知姑娘这是要去何处啊？小女子听说后山那里有一大片花田，所以想去看看。太巧了，在下也要去。不知姑娘是否愿意跟在下一块儿去？如此，便有劳公子了。行。喂，你没长眼睛吗？没看到你们家公子眼里已经没有你了吗？你还凑过去干嘛？好闲！你们是谁啊？你这孩子，好没眼色！哎，你没事吧？哎，醒醒啊！哎，姑娘一个人。看样子，他们两个相处的还算不错呀。你别高兴得太早，要知道，这幻影之术可是厉害的很的，考验才没有那么简单。除非他们有极强的意志力，不然，他们的感情一定不会复苏的。我相信他们。好，那就走着瞧。大家不要急，耐心的等待一会儿，白鹿会给每一个人签名的。哎呀，好慢呀！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呢？就是啊，里面的人快一点儿，还有人呢。多久了？谢谢。白小姐，我好喜欢你的作品啊！谢谢。我能跟你握个手吗？好，谢谢。谢谢。白鹿大大，你画的太漂亮了，我是你的脑残粉儿。谢谢。白鹿大大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就是那个达喜和姬满最后，他俩有没有想起对方啊？那就要看他们之间感情坚固程度了。那续集什么时候出啊？这个看我心情，看我心情。那白鹿大大再见。谢谢。白鹿大大，白鹿大大，这里。喂，妈。喂，露露啊，是妈咪呀。你最近怎么样啊？交男朋友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隔壁李叔叔家的儿媳妇2胎都出生了。你什么时候才能让妈咪抱上外孙呢？啊，我都急死了。喂，妈，你说什么我听不清啊，我这信号不太好，我待会儿给你拨回去啊。喂，哎，又来，累不累啊？上学的时候不让我谈恋爱，现在毕业了让我赶紧结婚生小孩。我去，我哪有这本事啊？露露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给你抓到一个极品男神，本周六下午3点遇见，不见不散，记得打扮漂点啊。一个一个真是够了，我还不到30岁，怎么就觉得我嫁不出去了呢？太过分了。哎，你好，小姐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帮我续下水。好的，请稍等，谢谢。我跟你说啊，那女的真是够了，点了一壶茶都续了3次水了。这也不像是没钱的人啊，真是奇葩。请问，是白小姐吗？啊，是我。您好，白小姐，路上堵车，让您久等了。没关系，我也刚到，请坐。谢谢。头发干净加10分，指甲干净加10分，衬衫领子袖子干净加10分，声音也好听加10分。不过这个借口太烂了，减100分。小姐，您的茶，因为您已经是第3次续杯了，所以说茶的味道会有些淡。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请随时叫我。
我靠，姐姐你真不刀啊！听说白小姐是画漫画的呀？啊，兴趣爱好嘛，赚点外快而已。那不知道白小姐最满意书中哪一个角色呢？是不是找男朋友也是按照那个角色来的呀？你先看一下要点什么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好，下次再来啊！再见，再见。我的水果！你没事吧？怎么样？我的水果啊！哎呀，你看看我的水果都成什么样子了！你得赔我损失，你得赔我损失！你知道寡人是谁吗？敢对寡人如此无礼，你会掉脑袋的。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！这什么情况？穿越了吧？撞了人家水果摊还装疯卖傻，弄脑子瓦特了吧？剧组在拍戏吧？这男的长得好帅啊！你认得他不？不认识。真的好帅啊！这是哪儿啊？你看，怎么这么奇怪？我得多拍几张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你赔我别走啊！谢谢。别跑啊！别跑！别跑！是哪个明星上街被认出来了吧？真倒霉啊！别跑！停下来啊！别跑！别跑了！大西，等我啊！大喜，大喜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太好了！干什么？耍流氓！不是你知道吗？刚刚有群人在追我，他们穿的特别奇怪，我觉得这房子特别奇怪。你穿的怎么也这么奇怪啊？为什么？什么我穿的奇怪？你穿的才奇怪，好吧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鸡满啊！他们在这儿呢，他们在这儿，快来，在这儿！好啊！哎呀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就是他们。不是什么情况这是啊？哦，原来你们俩认识啊！哎，姑娘，那水果的钱就你赔给我吧。不，我们不认识的。哎，啊？哎呦喂，我的天哪！这什么世道啊！到底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！我急死！放手！我是鸡满啊！我真不认识你！你干嘛呀？不仅不认识我，你放开我！太奇怪了！我要把你们两个给拍下来，我要让你们上头条！放开！你们几个，你们快放开我！拍下来！哎呀，不是啊！快拍！你别拍，我赔，我赔就是了嘛。切！真是。
钱还没焐热呢就没了。今天出门一定没看我。给，够了吧？够了够了，姑娘还真是大方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谢谢大家啊，都没事了，你们都走吧。走走走。我还想拍个照片。走吧。钱也帮你赔了，你可以走了吗？你要我去哪儿啊？我是鸡买啊。啊，鸡满啊！我还鸭满呢。你别以为你穿成这样，就还真挺像啊。你等等。不是吧？这不是电视剧里才有的情节吗？次元穿越什么的。你没事吧你？你怎么了？哦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跟我朋友还有点事儿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搞什么呀？有男朋友还出来相亲？哎，你看，他怎么穿成这样？是啊。说，你怎么到这儿的？管人走着走着，忽然一脚踩空就到这儿了。这也行啊？你骗鬼呢？大喜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你才生病了，你全家都生病了。嘿，现在这年轻人可真够开放的呀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爱去哪儿去哪儿，你管得着吗？最近赶稿子太辛苦，我一定是在做梦吧？回去睡一觉就好了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哎，你小心机关啊，小心点儿。这叫电梯啊！不是，喂，你弄清楚是什么东西了吗？你信不信？那我关了。我保护你。大喜，你不要怕，寡人保护你。寡人一定会保护你的。真是阴魂不散。你能走开吗？怎么走？怎么走？行了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走了，别看了。走了。喂。啊？现在剪头发就是要先洗头的。哦。你想怎么剪啊，帅哥？不是，不能剪，大王不能剪头发的，不能剪。别紧张啊！不能剪。老慢走，下次再来啊！拜拜。不错啊，挺帅的呀。走吧，回家了。这么小怎么住啊？那叫什么东西啊？画吗？嚯，这儿的夜景真的很漂亮啊！嚯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暗器吗？真的好奇怪。啊！什么东西？你是怎么把他们关到里面的？你再啰嗦，把你也装进去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也听着。
还是无法接受现在这样的设定啊！一定是疯狂的书迷在骗我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演戏也太认真了吧！最主要的还是一张一模一样的脸，我没有什么别的想法，真的一模一样。只是想照顾他下半辈子。只要你不来打扰我，我一定会让他特别幸福的。所以为了他的健康，为了他的幸福，最好还是离开我。什么东西？有妖怪！不要害怕，寡人一定会保护你的。天哪，我到底捡了一个什么麻烦回家？我能不能把它扔掉啊？难不成他真的是穿过次元壁来找我的？换衣服吧。啊？你让寡人自己换衣服？不然呢？我帮你换。寡人不会穿你们的衣服。你还真当自己是大王了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在你的世界是大王，但是在这里。这里是我家，我才是这里的女王。哦，女王，那你帮寡人换衣服吧。大王你大爷的，奴婢你大爷的，惹怒了本姑娘，小心本姑娘把你换成乞丐。算了，你跟我一起睡吧。不过我警告你啊，本姑娘可是会功夫的，你要是晚上不老实，小心你的脑袋。寡人也会功夫。啊！喂，你睡了吗？寡人睡意全无。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是在做梦。你真的是季满吗？大喜，你真的不认识寡人了吗？我认识你，我比谁都了解你。只是我没有想过有一天，你会真的出现在我的世界里。你说会不会一觉醒来，我发现这一切都是一场梦？你干什么？感受到寡人的心跳了吗？感受到寡人的体温了吗？寡人找了你好久，寡人很想你。就这样吧，就算是一场梦也好。
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这一定是在做梦，对不对？这是小说里，对不对？寡人怎么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啊？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摸我胸干什么？别摸我胸！你死了！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大王不容易好像在网上又开新一期的连载了，今晚居然穿越到现代来了。漫画家白鹿还自恋的把自己也给画上去了。从前有个女孩，她叫小菜，后来她被人端走了。这个胖子从12楼上摔了下来，结果他就变成了死胖子。在北极，帮我补一下妆。哎，不是，我们还在拍呢。他在北极走着走着，然后他觉得很冷，后来他就变成了冰糖。谢谢。2根香蕉，一前一后逛街，走在前面那个觉得热了，于是呢就把衣服脱了。于是后面那个人被绊倒了，于是他就把吃了。导演太没意思了，收工吧。下期了，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不是，不是，我没讲完呢。喂，等，我知道你们还在，有一个，不是，有个火柴，喂。